这是美国总统杜鲁门，伊非常讨厌这个查甫人蒋介石。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西目睭发目白，就毋捌看过遮后的政权。杜鲁门讲1,500都无愿意互因，因为因拢家己摕去美国投资房地产。伊想要亲目睭看蒋介石甲伊细汉的即寡毋正人，拢互人关去笼仔内。所以伫共产党占领中国，蒋介石敢若会当旋来台湾的时，杜鲁门发表安尼的声明：美国政府未派军队干涉，无想要甲中国内战绑着关系。嘛未提供军援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，对，伊要放弃蒋介石，只是中华民国的灭亡看起来是早晚的问题。但是这短短半年，杜鲁门煞暗头仔食西瓜，半暝啊反正派第7舰队去台湾海峡，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。杜鲁门是安怎会改变心意？敢真正是hand拯救中华民国？1949年是红色的一冬，8月苏联成功把原子弹做出来，10月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甲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拍甲凄惨落魄。美国国务卿艾基顺认为讲，国民党因为外交折击伫中国失败甲打底，就算选去台湾嘛无路用，所以美国暗算放弃蒋介石，但国民党互人完全消灭以后，就会当甲中共来往。因咧期待的是即个。中国敌托主义，迄当阵的世界分做两边，一边是美国带头的西方阵营，另外一边是苏联领导的共产阵营。也毋过南斯拉夫虽然是共产国家，但是总统敌托煞无想要听苏联的话，要行家己的路。美国人希望毛泽东会当学敌托离开苏联，但是伊无安尼做，伊佮去参加斯大林的生日会。毛泽东甲苏联签中苏友好同盟合作条约。伫共产主义这边徛较真在，毋但和苏联做朋友，阁是足好的朋友，而且对美国态度真歹，非常歹。面对气压压的共产党，美国人决定改变态度，也就是国安会 NSC 68号文件。这份档案认为，美国上大的威胁就是苏联，而且毋但影响国家的文明，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命运。所以美国必须爱伫世界各地威胁。阻挡苏联混化，拍拼建立无受苏联控制的有限政权。这 NSC 68号文件会当讲是为了美国以后外交的政策拍了基础。这位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冠任老师，专门研究冷战时期的历史甲美国外交政策。美国要安怎做？第一，去加强伊军事的预算；第二，美国去帮助伊国际朋友去发展伊军事的能力。去阻挡苏联的野心。在这款的政策之下，台湾是一个真爱叫的所在。在1948年，美军就认为台湾足重要，若是互共产党占去，对手就会当控制日本到马来半岛的水路，威胁美军在 Okinawa 甲菲律宾的基地，安尼就足危险。甚至别克阿瑟阁认为讲，台湾会正做对方一只未沉落海的航空母舰。偏偏台湾落伫蒋介石的手头。Truman 总统对台湾的态度嘛，重要的，因为台湾的军事战略方面嘛，足重要的。但是伊足讨厌蒋介石，所以伊无法度决定安怎处理台湾。美国国务院想尽办法，希望找到会当甲台湾保掉的，而且通甲蒋介石踢走，阁袂去互人讲介入中国内政的部署，像讲支持孙立人政变，杀倒蒋介石。也是甲台湾中立化，逼蒋介石将台湾交予联合国托管。但是，就伫这个时阵，汉贼爆发是美国介入台海上水开的借口。杜鲁门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，宣布台湾海峡中立，阻止两边互相攻击。安尼做会当避免汉战扩大到台海。互这场战争袂变做世界大战，而且束缚台湾的法律地位，毋则通讲家己无干涉中国内政。看杜鲁门的声明，就会当发现讲，伊安尼做是为着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甲美国的军力，这毋是要救蒋介石。美国的目的是去维持伊咧东亚的利益，只是拄好蒋介石的政权顺续互伊救国民党嘛摕这个代志来做宣传。
去稳定台湾人的心。无论敢真正有这个意思，安尼做嘛算是甲中华民国斗相共。不过杜鲁门讲，台湾未来地位也未决定，这点蒋介石其实做袂爽。伊伫日记写讲，是我一如实名地之不辱，痛辱克极，感觉有够痛苦，有够冤屈。只不过伊也是乖乖接受美国的安排。蒋介石知影这个时阵应该爱把握机会，主动讲愿意派军队去韩国斗相共。伫韩战上紧急的时阵，总司令密克阿瑟阁真正想要用这批军队，但是美国政府烦恼会害战争扩大，就放弃啊。中共参战改变战争的局势。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crossed the Manchurian border and helped the North Korean Reds drive back UN forces. 因展现出互美军料想未到的实力，嘛互美国人重新思考要安怎应付中国。因为真正考虑用中华民国的军队，而且中共一直话讲要解放台湾，佮加上国民党反共的立场，美国人开始认为讲会当利用台湾来对付中国。美国上要义的也是迫害中苏同盟，要互中国离开苏联需要红菜头甲军仔，台湾毋但是红菜头，嘛会当是军仔。甲台湾摕来做卖，加做买互中共，这就是红菜头。若是帮助台湾建立反共基地，就变做军仔。台湾遮好用，美国人决定好好投资这张牌。1951年，杜鲁门批准新的亚洲政策。对台湾的目标就是袂当互台湾去互苏联控制中国政府抢去，而且佫爱增加台湾的防卫能力。为了加强台湾这张牌，美国做这3项代：第一，只要是维护美国安全利益需要；第7舰队就会当继续执行任务。其实美国原本想讲韩战拍煞，都要甲第7舰队收走，后来改变心意，代表对台湾有更较长期的规划。搁来鼓励国民党政治改革，来增加因伫中国的影响力，带领更较侪人来反对中共。不过伫这进前，国民党政府就已经咧举办县市长选举，想要看起来更较民主、稳定伫台湾的统治。另外嘛推动375减租，争取农民支持。上尾是提供军事甲经济援助。以性能优异的 M41A1 型的战车一批。移交给中国陆军。美国和台湾真济武器甲物资，各派军事顾问团来斗相共训练国民党的军队，加强保卫台湾的战力。因为有美国人的帮助，中华民国伫台湾豆豆甲骹步徛在，嘛成做美国真重要的一张牌。所以回头个公倒转来，杜鲁门才无想要救蒋介石，伊真正要救的是台湾这个岛。是因为2大阵营的冷战，中共选择支持苏联，也有台湾是真重要的战略位置，加上韩战爆发的时机，才通互杜鲁门意外救到中华民国。